卫生福利部12月底提出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，规定讲槟榔业者都要登记核准才会当卖槟榔，嘛要配合政府的检验。有真侪槟榔业者是真不满哦。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，草案毋是要禁止产业，是以辅导为主。 一粒一粒槟榔对机器连落来，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台湾每当拢有超过8000个民众得到喙空癌，伫个男性癌症当中排名第4。为着要维护个人的健康，卫福部伫咧12月底提出来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》的草案，其中有2条法规引起槟榔业者的反弹，一个是卖槟榔需要登记核准才会使卖，第二是槟榔担要随时配合政府机关的检验。啊，你无啊，你要留税金？ 要要钱哦，规矩在山顶了，叫家己去捡啦。你槟榔摊那边实施药检下去的话，槟榔摊要追溯到源头嘛，你源头这边你要，别说你源头这边就要掌控好啊。 对此，卫福部表示，伫去年12月底公布草案了后，就收到真侪建议。卫福部强调，并毋是要禁止槟榔这个产业，目前敢若是比较危害防治法，禁止卖予未成年甲有心的人，含特定场所袂当食槟榔。目前草案伫咧预告阶段，卫福部强调，最近会邀请相关团体进行讨论，预告结束了后，会参考各界意见，确定修法的方向。大家这么担心以后啊，那就请。 他可以我们现在是在预告嘛，然后可以请他来，或是担心的人可以来投意见啊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针对卫福部的回应，槟榔业者表示无法度认同，认为预告期收过底，无法度互因准备的时间。伊嘛结合全台农民、中盘商、槟榔达组成一个槟榔产业团结联盟，会伫2月10号来到台北抗议。对此，卫福部是表示会当理解槟榔业者的心声，对种槟榔农民的影响，未来嘛会甲农业部斗阵讨论完善的辅导措施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